2021年10月，高雄的城中城发生火灾，造成40来人死亡哦。城中城已经拆掉改做公园，最近有厝边的隔壁真不满哦，讲定定有人暗时伫公园啉酒吵闹，互因真困扰。8日透早来到高雄盐埕区的虎北公园，会当看到有5、6个人伫路边开讲啉烧酒。要请恁离开嘛，莫踮遮啉嘛。无啦，伊讲哦，莫黑白谈啊。这寡民众讲，因久长住伫公园附近，差不多是逐工拢会来遮。若阵收大声，就有警察到现场了解苦况，不过嘛毋捌互人歹车扫，或者是赶离开过。暗时是定定有人会往规栋咧吵闹，嘛附近的住户讲受到影响。早上或半夜那段时间经过的时候会心生恐惧，就是超出法律上的那个事情的话，那我觉得可能警察他们也比较有困难，就是没有办法去解决这些事情。城中城大楼倒毁了后，就卡掉改做公园，因为民众投诉定定有人咧吵闹，警方甲遮列做关区的重点。不过，数码传出分局长要求爱甲人赶走，引起民代不满，怀疑因甲市民当作被动。使用的人大部分都是附近的居民啊。那喝酒这件事情，其实大家要去思考的是，只是一个互动的一个方式，对啊，但是不要去一定觉得说好像就是不对啊。当然，如果造成的环境的污染或是说循环的部分，我们就必须要去制止它。为当时误用七感两字，用字遣词错误，造成误会，已深切检讨改进。警方表示，虎北公园去年10月启用了后，高达接过21件报案，其中吵闹、妨害安宁，或者是有人倒伫路边是占上济。分局长讲，掠准有人光头白日咧黑白吵闹，才会要求甲人赶走。市府嘛要求分局爱改进。按照决定的民众，而且社工轰炸关怀，闹治安的问题，而且警方加强巡逻。记者王友婷、陈兴坤高雄报道。